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嚟，唔係亂講，我係港仔。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如果我哋由細到大俾人灌輸嘅成功方程式，可能會由今年開始就會一步一步咁徹底崩潰。咁嗰陣時，世界到底會變成點呢？基本上由細到大，老師同埋父母都會同我哋講，一定要努力讀書，考返間好嘅大學，再搵返份好工。咁第時嘅人生至會有保障。但係作為呢一個地球上最接近未來嘅人，佢最近就喺訪問裏面講出咗一個令人感到非常之不安嘅預言。佢認為我哋而家經歷緊嘅，其實唔單止係一場科技革命，而係一場將人類文明徹底大洗牌嘅過程。而喺呢一場時代交替嘅過程之中，我哋銀行裏面嘅錢，手上嘅嗰張大學證書，又甚至乎係我哋每日返工嘅意義，呢一切通通都會被推翻。今集就等我哋一齊去拆解一下首富 Elon Musk 到底喺訪談裏面講咗啲咩對未來嘅驚人預言。講到未來，我哋就會由呢一張人生入場券，亦即係我哋細細個嗰陣，父母就開始不停灌輸我哋好重要嘅大學證書開始講起。如果大家就去問 Elon Musk， 今時今日仲應唔應該送個細路去讀大學好呢？又或者係自己盡唔盡收返個 MBA 以備不時之需？咁你覺得呢一位科技狂人佢又會點答你啊？嗱，我相信如果係以正常嘅角度去睇嘅話，咁就梗係要啦，因為唔讀書嘅話又邊度會有知識？但係事實上佢嘅答案竟然係相反。Elon Musk 喺公開場合其實都講過，佢請人嘅時候最重要嘅根本就唔係睇你有冇大學學位。喺佢眼中，我哋現有嘅教育體制已經完全追唔上呢個時代。佢甚至乎係形容嚟緊嘅 AI 革命將會係一場超音速嘅海嘯。你最近講咗一啲嘅，我覺得俾人過分誇大嘅。當時我係話，咁如果佢哋要決定讀咩嘅話，MBA 學位可能已經冇乜意義嘅。你覺得細路仲應唔應該讀大學？我意思係，如果你係為咗社交原因去讀大學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去讀嘅理由可以同齡嘅人一齊喺學習環境入邊。呢啲技能喺未來仲係咪必要？可能唔係，因為我哋將會進入一個後工作社會。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對某啲嘢有興趣，去讀下都無妨。你知啊，去讀科學、文科同理科。從呢個角度嘅大學係咪太過籠統，唔夠針對性？唔係。你知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去讀大學，修讀廣泛嘅課程係好事。我唔覺得一定要讀大學，但我覺得如果你去讀，你應該盡量喺廣泛嘅學科入邊學到最多嘅嘢。但係正如我所講，人工智能同機械人技術係一場超音速海嘯，所以呢個真係會係我哋見過最徹底嘅變革。你知啦，當我同我大仔傾偈嗰陣，你知啦，我話你知啦，你睇佢哋對科技好有研究，佢哋都同意人工智能未來可能會令佢哋嘅技能變得咁必要，但佢哋仲係想讀大學。唔知大家頭先有冇聽到 Elon Musk 其實係講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呢？以前我哋認為一定要攞到嘅嗰一張人生入場券，竟然可能係會唔再重要。Elon Musk 睇到嘅未來係 AI 嘅進化速度將會係以日去計算，而大學嘅課程更新係以年嚟計嘅。咁即係話讀完4年大學出到嚟，過去學到嘅嗰啲 coding，又或者係設計可能都已經冇用，因為嗰陣時嘅 AI 好可能都已經進化咗幾百代。
而佢提到未來讀大學嘅價值將會係社交，咁我就覺得呢一個觀點其實真係睇得幾前下啦。因為諗深一層，佢好大機會其實係暗示緊未來人類唯一唔會俾 AI 淘汰嘅嗰樣嘢，就應該會係人與人之間嘅嗰一種連結。大家可以試諗一下，如果未來所有嘅知識都可以隨時喺網上面 download 落嚟，而所有嘅技能 AI 又可以秒速學識，咁到時人類仲會剩翻啲咩呢？我相信應該會係人類嘅嗰一種互相連結。咁即係話喺大學裏面要學識嘅係點樣去同唔同背景嘅人溝通同埋相處之餘，仲要學識埋點樣去領導 AI 先至係重點。而未來世界嘅競爭，大家會比較嘅就唔再係學歷同埋知識，而係會比較邊一個人 EQ 係會更加高，因為知識係有機會隨時過期，而 EQ 同埋領導能力呢樣嘢就暫時係 AI 冇辦法可以模擬得到嘅。而另一個由細到大我哋都會俾父母灌輸嘅概念就係手停口停啦。因為父母會同我哋講，如果唔搏晒老命咁去搵錢，再死慳死抵咁努力儲蓄，第時就會好難可以喺社會生存到落去。咁但係如果有一日大家銀行戶口裏面辛辛苦苦所搵翻嚟嘅血汗錢，又或者係我哋一直追逐緊嘅金錢制度，係將會慢慢咁失去佢原本嘅意義，咁唔知大家又會點諗呢？雖然 Elon Musk 冇講過金錢係會一夜之間就變晒做廢紙，不過佢睇到嘅未來係當 AI 同埋機械人全面普及之後，人類就會進入一個前所未有嘅豐裕時代。因為當所有產品同埋服務都可以由機械人以極低成本24小時不停咁生產出嚟嘅時候，物資就將會變成超級充裕嘅狀態。咁到時我哋現有嘅經濟體系同埋金錢概念就將會面臨一次徹底嘅大洗牌。Elon，你覺得未來嘅金錢會係點樣？我哋長遠嚟講，老實講，我哋金錢作為一個概念會消失，呢樣嘢聽落有啲奇怪，但係佢一個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切嘅未來，你唔再需要金錢，佢作為勞動力分配嘅數據庫。如果人工智能同機器人技術發展到足以滿足人類所有需求，佢哋金錢就唔再，佢哋關聯性會大幅下降。我唔肯定我哋仲會唔會擁有嘅，所以你知啦，我讀過對呢種未來最好嘅想象係嚟自 Ian Banks 嘅文明系列叢書，所以我建議大家去睇下文明系列。喺書中描述咗遙遠未來，佢哋都係冇金錢嘅，而且每個人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佢哋想要嘅任何嘢。所以如果你願意咁講，仍然會有一啲基於物理學嘅基本貨幣。所以能源先至係真正嘅貨幣。呢個就係點解我話比特幣係基於能源，法規限制唔到能源，你唔可以走嘅，你知啦。通過一條法律，一下子擁有大量能源，要產生能源係好困難嘅，特別係以有效嘅方式利用能源嚟做有用嘅工作。所以我認為，可能我哋以後唔會再有金錢，而未來只會有能源作為事實上嘅貨幣，即係大家用電力嘅交換物品或者服務，呢個就變成新嘅交易方式。當你完成咗嗰個循環喺嗰度，同埋我哋嘅某個時間點，你會同嗰種傳統經濟脫鈎。如果你有人工智能同機械人生產晶片同太陽能板，同埋開採資源嘅製造晶片同機械人去製造，你就大致上完成咗嗰個循環。一旦嗰個循環完成嘅，我哋嗰個就係你同貨幣體系脫鈎嘅時候。聽到呢一度，大家個腦係咪即刻叮咗一聲呢？咩話？全民高收入，
人人都可以想要乜就有乜，有冇可能啊？咁又係嘅，畢竟呢一啲嘢聽落又真係好似科幻片裏邊嘅烏托邦情節咁啊！可，但問題係講呢番說話嘅並唔係一個普通發緊夢嘅 NPC，而係 Elon Musk 喎，一個成功將一部冇軚盤冇腳踏嘅全自動駕駛車由幻想變做現實嘅人喎。咁可信度會唔會又提升翻啲呢？好啦，當然呢一個要乜有乜嘅社會真係會出現嘅話，固之然係一件好事啦。但係萬一 AI 係向另一個極端發展，咁我哋嘅下場又會變成點呢？相信呢個問題將會帶我哋進入另一個更加令人心寒，又甚至乎係會令我哋懷疑人生嘅話題。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如果 AI 發展到極致，可以模擬出超真實嘅世界，咁會唔會其實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根本就係由 AI 創造出嚟嘅虛擬世界呢？因為 Elon Musk 喺訪談去到中後段嘅時候係有提到，50年前嘅電子遊戲其實就只係得2個長方形同埋1個正方形嘅 pawn， 但係50年後嘅今日，我哋已經有寫實到分唔清真假，而且仲可以幾百萬人同時連線嘅 3D 大作，所以佢覺得我哋身處喺真實世界嘅機率其實係非常之低。而如果呢個趨勢一直持續落去嘅話，就連遊戲裏面嘅 NPC 對話同行為模式都唔會再好似預設出嚟嘅咁樣，而係會變成一個擁有自己思考、情感同埋邏輯嘅 AI。咁到咗嗰陣時，呢一啲遊戲其實同現實又有啲咩嘅分別呢？咁如果未來可以創造出數以10億計，而且係同現實一模一樣嘅模擬世界，咁點解我哋會覺得自己會咁好彩？啱啱好就係住咗喺嗰個唯一嘅真實世界，而唔係嗰幾十億個模擬器之中嘅其中一個呢？係咪？你頭先講到我哋係生活喺模擬世界入邊，我好中意22世紀殺人網絡。係，如果你係戲入邊嘅一個角色，你會係邊個？其實都冇咗邊幾個角色可以嘅，你知啦。希望唔係史密夫探員啦，佢係我偶像。我係話尼奧都幾型，個建築師都幾得意嘅。祭司，有時我覺得自己好似母體入邊咁一個異常。嗰個就係尼奧。係啊。不過你係咪真係信我哋嘅母體入邊？即係真係信？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將呢啲咁嘅成係一種機率，而唔係一種必然。我哋身處模擬世界係有一定機率嘅。你覺得個機率會有幾多百分比？可能都幾高，我會話係相當之高。係啊。其中一個睇法係，如果你睇下電子遊戲嘅發展，喺我哋呢一代，或者起碼喺我呢一生入邊，佢已經由好簡單嘅電子遊戲，好似 Pong 睇得2個長方形同1個正方形喺度打咁打去，發展到好似相片咁真實啊，即時咁，有幾百萬人同時喺度玩啲遊戲，而呢一切只係喺短短50年內發生。所以如果呢個趨勢持續落去呢，電子遊戲將會同現實分唔開。冇錯。而且我哋仲會有好聰明嘅角色，即係遊戲入邊嘅非玩家角色。睇下你而家同人工智能嘅對話可以有幾深，而呢樣嘢只會變得更加深奧。你將會可以進行更加複雜嘅對話，例如喺唔同情景之下，甚至比幾乎任何人類之間嘅對話都仲要深，甚至係所有對話。所以呢，你就會有，所以未來如果文明繼續發展呢，將會有幾百萬甚至幾十億個好似相片咁真實同現實分唔開嘅電子遊戲，而遊戲入邊嘅角色會
好有深度，而且個對話唔係預先編寫好嘅。喺呢個層次，喺模擬世界入邊，如果可以佢叫嘅話，呢樣嘢肯定會發生。咁我哋身處原始現實嘅機率又有幾大？而呢一切以前從來都冇發生過。聽完 Elon Musk 咁講，大家會唔會都覺得我哋身處嘅呢一個世界，其實有機會真係一個模擬出嚟嘅虛擬世界呢？咁如果我哋身處嘅係一個虛擬世界，即係我哋所謂嘅人生目標，或者係我哋一直所追求嘅夢想，又甚至乎係我哋而家呢一刻嘅感覺，會唔會其實都只係一堆代碼嚟嘅咋？但係如果換個角度諗，既然呢個只係一個虛擬世界，咁我哋係咪可以放低舊有嘅枷鎖，好好咁 enjoy game 裏面嘅有趣細節位呢？不過我覺得 enjoy 還 enjoy， 唔知大家又有冇諗過，如果我哋真係高級版模擬市民嘅話，咁到底我哋有啲咩咁特別，可以令到模擬器嘅主人玩足呢一隻 game 嘅咁多個 version 呢？咁如果有一日模擬器突然間出現問題，又或者係模擬我哋出嚟嘅嗰個人覺得呢隻 game 太悶，直接撳個掣熄咗部機佢，咁到時我哋成個人類文明係咪就會咁樣無聲無息咁消失呢？呢一個問題 Elon Musk 就俾咗一個帶有玄學意味嘅答案我哋。佢認為當 AI 進化到好似神一樣嘅時候，人類最後嘅防線就將會係我哋比非人類更有趣，因為當邏輯同埋計算達到極致嘅時候，人類嘅幽默感又或者係無法預測性，反而就會變成最稀有嘅資源。而另一個更加瘋狂嘅推論就係Elon Musk 認為創造我哋嘅嗰班高級玩家，好可能其實佢哋自己都係身處喺另一個更高階嘅模擬器裏面，就好似俄羅斯娃娃咁樣，一層包住一層，而每一層都係會有佢哋唔同嘅生存意義。我仲有一個理論，就係喺第三方嚟嘅，最有趣嘅結果，往往就係最有可能發生嘅結果，就好似模擬世界入邊嘅眾神或者上帝嘅。因為當我哋做模擬，當人類做模擬嘅時候，我哋會停止嗰啲唔有趣嘅模擬。所以如果 SpaceX 喺度做火箭飛行嘅模擬咧，嗰啲你知啊，沉悶嘅模擬我哋會丟棄，因為我哋根本學唔到任何嘢。或者當 Tesla 做自動駕駛模擬嘅時候咧，Tesla 其實喺度揾緊最有趣嘅極端情況，因為普通嘅情況我哋已經有好多數據，你知啦，好似喺晴天咁直路上面開車咁，我哋唔需要更多呢啲數據，我哋需要嘅係喺窄彎曲喺路上面嘅惡劣天氣下，兩架車你知啦，爭咗正面相撞嘅情況，基本上我哋需要一啲古怪嘅嘢，有趣咗。所以我認為從達爾文進化論嘅角度嚟睇，最有可能生存落嚟嘅模擬，將會係嗰啲最有趣嘅模擬，亦即係話最有趣嘅結果就係最有可能發生嘅。而模擬我哋世界嘅人，如果推斷落去，佢哋自己可能亦都身處咗另一個模擬入邊。係講到呢一度，原來我哋平時生活裏面嘅高低起跌同埋隨機嘅行為模式，喺某個角度上竟然係一啲稀有嘅有趣數據。咁即係話，雖然我哋嘅人生係充滿戲劇化嘅經歷，但係其實樂觀啲咁睇，會唔會呢一點反而係會變成咗人類嘅免死金牌呢？不過其實我最想知嘅係，如果大家最後發現我哋真係生活咗喺一個模擬世界裏面，而我同你都只係一個高級版嘅模擬市民，咁大家第一件最想體驗嘅事又會係啲咩呢？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同埋如果大家想欣賞翻今集我所引用到嘅英文完整訪談，歡迎去 description 度睇睇，條 link 我會放喺嗰度。如果大家都鍾意今集嘅內容，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 share 埋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最後嘅就係，你唔需要靠迷信過生活，
但係你都唔一定要有證據先可以懷疑。信與唔信之間，有時就係留翻俾你自己諗嘅空位。我唔係亂講，但係都唔係講晒。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睇，又或者有啲乜嘢想講，都可以留言話我知，我會睇晒所有留言嘅。Not everything has lines to cross. Some hearts just bloom in